来看台南东区的中英路顶悬的有配酒公车站的设计真奇怪，主要是因为这公车的停车区前后拢有路树，跨度公车根本就无法度停入去。地区民众若准备坐车呢，司机就敢若会当甲这车停伫路径，车身一半是伫咧车路顶头，安尼是真危险。交通局表示讲，因会赶紧来研究，也会做这空间的改善。 这个公车站看起来参一般拢相像，不过详细看等公车站的所在，所入伫咧两丛树仔的中央，这是台南东区中英路。今仔有民众反映，这搭公车站设计有顶搭，公车站毋若双边有路树，车站跨度无够，佮加上前后边拢有围红线，但民众会手要坐车，公车司机敢来当违法停点路径，也造成定有塞车的情形。当时我就这样骑过去的时候，公车突然停下，我就才给它撞上去了。 危险就对了。就挡在那边太麻烦了。公车都只能到那个快车道才能靠近，有人举手才能靠近那个。这又会很困扰啊。对啊，都会怕会旁边会考掉啊。其实唔干那这个，沿中英路行，嘛有坐公车站，因为路树关系，地主公车无法度挖站载客。交通局回应，主要因为市区道路拢较早发展，所以路面顶头才有真侪路树。因讲会佮参相关单位做盘点，未来佮针对公车进站的动线空间做改善。今仔日这个所在，假如讲工务局这边会当来斗三工，甲树仔做一个调整。 伊用好了后，我差不多各用1个月的时间来把这个设备做一个调整，对，当来完成。先移这旁边比较小的树，我们移到我们附近的公园或是中央分割岛上。在地里长讲，这个大樟树至少50吨以上的历史，是讲若为着公车站要撤树也是刷树，并唔是大家拢会当接受。即阵工务局今年计划先刷公车站后边较细丛的，落尾才由交通局甲公车站刷来遮，互公车好挖站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